乡亲啊，讲昨确诊的病例当中，有一例4月初6就来验病，比按1事2事4月23来验病时间还佫较早。专家来研判，恐惊是另外一条新的传播链。那照安尼来推断，国内恐惊有3条稳定的传播链早就咧传播咯。也毋过，若要找出着传播的时间到底是为什么时阵开始的，专家讲已经找无源头咯。专家嘛讲，这个国内确诊的高峰期恐惊也未来哦。讲若真正有无共的传播链咧传播，恐惊这个确诊的病例到时阵一天会超过1000例。上新确诊的个案，其中一例上早伫4月初6就发病，感染源不明，比5月12爆发疫情前早个外月，又是国内恐惊有真侪条稳定的传播链同时咧传播。是不是能够确定说当时发病就是新冠病毒感染，而不是其他的原因？新的一个不同时间的发病时间的话，那我们还要再次检测它的核酸序列，才能够确认说它是不是有新的一个传染链发生。目前知影确诊者内面，上早发病是4月初6，有可能是头一条的传播链。伊伫4月30到5月初10拢去过网咖佚佗，不过伊毋是网咖人。5月13才收到简讯，去网咖采检，5月16确诊。第二条可能是按号1事2事，就是中华卫报道的女性，伊4月23发病，甲可能第3条的华航诺夫特4月20发生疫情时间真晚。诺夫特军驻暗号1091的技术嘛，伫4月16发病，而华航甲诺夫特军驻感染嘛是4月20爆发疫情，恐惊这3条平行传播链存在伫社区。医生嘛讲，若依照这个情形来看，目前还未到上严重的时阵。高峰期还没有到，是因为之前有一些隐藏的病例，它还没有发病，还没有被我们确认出来，所以最近未来的2-3天，病例数可能还是会逐渐的增加，在2-3个礼拜、3-4个礼拜就可能会达到上千个病例。虽然病例恐惊会阁增加，不过感染科医生嘛强调讲，若是落实3级的警示，每回做性命剂，做好防疫，那咧病毒就会慢慢的消失。不过嘛，医生分析讲，所来要注意家庭的防疫。我们都要回家，不可能一直戴口罩啊。等到你去采检了，你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了，那可能也已经传染给这种密切接触的家人。医生嘛建议讲，社会传播若愈少，那咧家庭就愈无问题。所以讲，只要发现本身有症头，就要赶紧体检隔离。若是有出门转去了，就赶紧洗衫消毒，安尼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。